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哇，再一次好吗？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这就是一个战胜的军队，阿门，哈利路亚。当我们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天父站在我们这里，就如同大卫他所说的，神已经把仇敌交在我的手中，我必是得胜的。阿门。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困扰着你？还有什么样的牵绊扰乱着你，让你呢在你的生命里面觉得呢总是跨越不出来那一步？神他说他要赐给你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心。阿们，阿门。这是信主的人才拥有的独特的恩典，而你就有。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拥有独特的恩典，你有独特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请起立，哈利路亚！你的心现在是如何？心情很澎湃没有？你如果很澎湃的话，你的脸呢是会很自然的，非常带着荣光的呀！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预备好，正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使得我们让圣灵全然充满在我们当中。他要对你说话，恩典的灵要对你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你自己跟圣灵祷告，把你所有的事情都来向圣灵倾诉。哈利路亚，让他安慰你，医治你。透过敬拜，他要医治你；透过从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也要医治你，带下昌盛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是的，你在这里掌权作王，你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透过直播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在何处，你都与他们同行。主，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你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谢谢主，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使徒信经，我们要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牧师邀请我们来跟隔壁的人，你跟他来碰触个手背一下，你跟他说，我们要大声赞美神。大声赞美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首新的歌，我们用这首新的诗歌来赞美神。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主君我
之中，我必不迷路。一起来拍手。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患难之中，我仍要赞美。你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再次来宣告海浪。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患难之中，我仍要赞美。你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将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是的，神必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征战，amen 吗？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坚固磐石，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一的磐，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以求
弟兄姐妹，我们能这样子在礼拜当中敬拜赞美时跳舞，是不是非常喜乐呢？是的，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次来和神相遇。是的，天父他就像是耶稣，他就像是我们恋人一般，让我们用这首诗歌与他面对面，亲身来经历他。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野外礼拜要到新竹野外礼拜，我们要同心来祷告。这是神给我们一次在疫情之后一个恩典相聚的机会。你在哪一个牧区？你在哪一个小组？
或者是甚至你都没有进到小组，没有关系，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使大家可以在一起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团契的一个时光。所以我们特别为了11月21的野外礼拜在新竹，然后我们求神让我们的整个疫情都是平安的，阿们吗？像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聚会，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脱口罩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荣光就出来了。因此我们要跟神说实话，我们渴慕这样自由的来敬拜你，自由的来到野外礼拜，我们大家要彼此的再相聚，我们要实体，我们不要限制在家里面看那个网络那个虚拟的。弟兄姐妹，你渴慕吗？如果你渴慕，神就按着你所祷告的来应许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疫情之岛，台湾乃是神的恩典之岛。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举起我们的右手，为我们的野外礼拜向神大声呼求说：主啊，我们要去，你给我们平安，给我们这块土地平安，一同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主啊，野外礼拜是神你给我们再一次相聚，要交通我们的情感，我们彼此联谊，我们来要在这个里面说出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主啊，因此我们要透过野外礼拜，我们要来敬拜你，荣耀你的名。圣灵，你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报名来参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没有一个拦阻，让我们不能够报名野外礼拜，因为神，这是你所喜悦我们相聚的事。谢谢主，哈利路亚！一起来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我们举手说：主啊，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我们宣告接近我，哈利路亚！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是的，在爱里面遇见神。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更高的宣告。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的生。弟兄姐妹会众来唱，将我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都要由圣灵来掌权。阿门。我们将赞美的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戴着口罩，牧师问你一下，你的嘴是喜乐，是有笑容的，而且是心里面很澎湃非常非常的兴奋喜乐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举手的，神要大大将他喜乐的恩膏赏赐在你的里面。今天就是你得着神得胜力量的一天。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34节。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34节，请。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你信主耶稣，你和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们。愿神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此时我们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影响力。基督徒的影响力。基督徒的影响力。谢谢。这是丁子是第一次诗会哈。第一堂他讲台语讲得很棒，我相信他过去1个月都在练台语哈。第二场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一直看着我，我想说他为什么一直看我呢？原来他要把最后一句留给我，就是基督徒的影响力。太好了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这样服侍，是一个极美的机会。每次服侍，我们总是把握的机会来服侍神，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所敬畏的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众神明万王之王，众神之上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来服侍他。我相信神的恩典必够我们用。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发现我们回来的弟兄姐妹越来越齐全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哦，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教会实体来礼拜。这是世界所有的国家，很多国家都会流口水的，对不对？到目前有很多的国家，他们还是疫情还是非常的严峻哈。那在台湾，我们现在看嘉陵已经很平常，很平常的事情了，对不对？虽然我们教会有嘉陵，对不对？感谢主啊，这是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这里敬拜，总是把握的这样的机会，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也是
成为世界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永光教会神对我们的命定，我们一起来来读永光的宣言。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基督徒你我该有的影响力是什么。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那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有领受到神的恩膏吗？有的说阿们。你在敬拜的时候有感觉那种火热，有感觉神的灵在吗？阿们。对，这是我们每一次礼拜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渴望，并且我们相信我们必然可以得着的，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哈。那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有参加细胞小组，有跟组员 RPG 有在自己的灵修里面有 RV365的，有的大声阿们。哇，很棒哦，感谢主哈，这是我们生命的要素。我们一直在想吃什么补品帮助我们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哦。所以我们如果如此的话，你就要跟隔壁说，要跟上帝跟紧一点来。对，要跟着上帝跟紧一点哦。如果你知道他是万福的泉源的话，如果你知道他是世界所有一切的答案的话，如果你明白你所有的所需都可以在它里面满足的话，那你要跟紧它，对不对？这是必要的哦，这是必要的。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牧师要跟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先透过地图，让我们来了解到底这个处境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看彼得跟带着一些同工一起来传福音。那他们过去从耶路撒冷出发，一路这样一直跑哈。如果我们看地图，它是往西再走，往西再走。那今天来到哪里？他们来到了比推尼的地方哦。比推尼在哪里呢？你知道在地图上你有看到爱琴海吗？有没有？有哈。有看到爱琴海，有看到爱琴海斜上角有一个比，有没有？有看到亚细亚吗？亚细亚整个这个地带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哈。那你看他们传福音哦，那条绿色的线来到了特罗亚，有没有？有看到特罗亚吗？我打个箭头给你们看，有没有？有看到哈？OK， 好，他们来到特罗亚传福音以后，他们本来想往东北的方向跑，就是比推尼的地方哦。我打个给你们看，有没有？有没有个比在那里？比推尼，他们本来是要往东北的方向跑，但是当夜彼得领受了一个异象，就说神的灵耶稣的灵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往东北的方向跑哦。所以呢，他要他们做什么呢？就在异象里面，他有领受到在马其顿，你们有看到吗？至少有看其顿2个字，对不对？最上面左上方要往马其顿去哦。所以呢，这是离开了他们原计划的一个路程。所以我再画一个箭头给大家看，再看一下哦。往哪里去？就是往这里去。清楚吗？好。那他们往那里去，就是他们要坐船，要历经大概几乎快2天的时间，要跑210公里才能够渡过这爱琴海到腓立比的地方。而腓立比就是他们本来没有预定的，然而很特别的，圣灵要他们往这里去。
所以呢，福音就继续往西传哦，好，继续往西传，到如今我们看就绕了世界一大圈啊。如果你有上我们的培育课程的，就知道，对不对？好，神透过这一次的事件，要保罗把福音继续往西传。所以呢，就往欧洲的地方哦。第一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到腓立比的地方。而他们来到腓立比，是吃尽了苦头。怎么讲呢？当他们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要找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找不着。那个地方，整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你说，犹太人的会堂不是很简单吗？叫犹太人盖的礼拜堂就是会堂？不，他们有这样规定哦。他们的会堂呢，怎么可以盖呢？就是犹太的男丁至少有5位以上，聚集在那里，愿意在那里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他们才可以在那里设会堂。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跟希拉来到腓立比，进入到欧洲的第一站啊。在那里犹太人很少，而他们所遇见的就是一个吕底亚的妇女，然后他们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他就全家受洗了，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保罗就说，那其他的犹太人在哪里呢？他们说没有会堂，只有一个在河边我们聚集祷告的地方。然而如果河边祷告的地方有几个男丁，犹太人的男丁以上就可以成为会堂，几个？5个哦。可见呢，连5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当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就有几个妇人，只有妇人在那里守他们的信仰在那里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而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一个困难就来了。就是有一个使女，她被污鬼所附着的，就跟随着在保罗、希拉的后面。哇，这个是有来历的哦，因为她能够通灵哦，她能够知道你是谁哦。所以使女就利用那个邪灵给她的能力，在那里不时的说：哇，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哦。他们所传讲的，你们要听哦，是传讲救人的道理哦。哇，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对呀，是真理呀。对呀，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啊。保罗、希拉是教会派出来传福音的啊，到外邦传福音的啊。而且他们讲的是真的是救人的道理哦。但为什么他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他会讲这些话？主要他是要炫耀他自己。你看我多厉害，哇，我都能够知道他们是谁。你看我都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呢？所以呢，你看我里面的神啊，比他们的神还厉害。目的就是这样子哦。哇，搅扰了几天以后，圣经就记载，保罗就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出这使女身上的污鬼哦。然而呢，却也斩断了他主人的财路，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主人就是靠他有这样的一个邪灵的附身的异能为他赚取很多的钱呐。哇，这主人就很不甘心的，就邀人把保罗跟希拉把他捆绑起来，带到街上去，然后呢，对城里的这些的首领说，他们来传讲那个耸动的福音啊，他们要我们信的，这是错误的，是邪灵，是邪神哦。哇，那个首领也分不出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哦？就把他们鞭打，然后把他们下到监里。就是这个，就是整个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的由来。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会被下到监里？就是因为这个福音。也许我们会想说，哎呦，那保罗、希拉不是很可惜、很可怜吗？不是他们听圣灵的话吗？不是吗？对不对？怎么听圣灵的话还会遇到这种难处呢？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当我们顺服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主啊，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不理解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难处一定有神特别的安排，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要他的儿女们受苦的。神要我们经历这一切，必有他更美的恩典跟祝福在前面为我们预备，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同工都知道，潘牧师礼拜一明天他要去医院，对不对？那我们两个现在是可以全程不用戴口罩的，因为我们昨天做了什么 PCR 潘牧师说你是什么姓？我说我是阳性啊。对，我是阳性啊。我姓周了，对了，我跟他在打迷糊战啊，他吓一跳，我阳性，阳性是不行的，当然是不行。我们两个都阴性啊，所以但是我真的是阳性的。OK 开玩笑哈。那他礼拜一要进场维修那因为他在这一年来整个包括举手，包括拿个东西都觉得心脏不舒服。那以前他健康检查大概1年半以前的事了，所以医生说那就干脆就直接用心导管来看清楚一点，因为在过去他的心脏的检查，他有心肌桥，很特别哈，所以我们知道了他有心肌桥，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他国中、高中的时候，他运动健将嘛他会跑到最后会晕倒，因为喘不过气来，就是因为他的有心肌桥，他的心血管有一个好像外膜有一个像桥这样的比较厚一点就会有时候让他的那个什么血没有办法很通顺的过去。那这次就整个去做进场维修看看。我相信虽然有这样的一个难处，但我们全家都相信神必然保守他，而且是为了未来能够更有体力的更健康的来服侍神，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对我一并讲了，你们就不必再问了，对不对那就为我们祷告，他礼拜二要做这个心血管的事情发生了，监牢的门全开了，他们的锁链也整个都松开了。如果你是狱卒的话，那你会怎么办？我看你我都会跟这个狱卒一样是呀，囚犯一定是跑掉了，我的责任，我的失职会让我的头是保不住的，所以他宁可自己自杀对不对？然后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希拉不但自己没有逃离，而也因为他们有一股力量吸引的这一些同在监牢的人，让他们不逾越，不逃离这样的一个该有的惩罚。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整个的情势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本来是被监禁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救助者了。整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兑换，让我们看见最后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这个禁主就说：“2位先生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2句话其实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警觉跟开始，对不对？他发现他需要一个救恩，而当他发出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保罗把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目标告诉他：当信耶稣基督，你要信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成为基督徒的，你信主耶稣基督多久了？多深了？你所依靠的神真的成为你唯一的依靠吗？还是你走投无路才会来找他？还是你平常就把它放在旁边，就像你把圣经放在旁边一样？
现在又礼拜天又不必带圣经来，对不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可以做的。所以你是别人猛虎的管道，你确信吗？你跟隔壁说，你是别人猛虎的管道，来。阿们。我们在线上的，如果你确信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你就按赞一下哦。阿们。我们看没事，这个就带过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当我们确立我们因着基督的名，让我们可以回归到基督的名下，回到神给我们所命定的身份的时候，确定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而当我们有这样明白的身份的时候，你就要了解，神透过他的儿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一定有把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资产，已经早就存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来思考哦。我相信你今天从牧师接着要讲的话，你必有更美的一个领受。你在潜意识里面，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这么厉害了，我你被安装，对不对？但有时候又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是呢，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谁能够跟我比？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人家都不理你，你再怎么比又怎么样？对，这是我们在自己里面的一种矛盾，因为我们太把自己看为重要了，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在评定自己，就会有这个情况。然而，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论断，我们就否定自己哦。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了解，你生命的价值意义是神为你所命定的才是。而如此的话，你要相信，神在创造你我的时候，就把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深藏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你怎么去可以把它激发出来呢？寻找出来呢？这是你要学的功课。好，那怎么样去激发这些？第一，你要先定看清楚你自己真正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那如此的话，你就知道，既是神的儿女，神一切的丰富为你所预备，就是早就隐藏他一切的资源祝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咯。所以你应该可以因着这等的身份跟主说，主啊，把一把钥匙给我，我要把你为我预备的宝藏，我要把它开启。而这一把钥匙是什么？就是你要坚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生命的救主，你要坚信因着耶稣基督，你回归了你真正的身份，上帝的儿女。而如此的话，你这把钥匙就已经握在你的手上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不晓得给我们的年岁多少，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100岁了人，会可以不？对，并且他是我们教会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年岁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总是用一种成为儿女的身份回来，不是旁观者，而是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家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最大的一个影响力的来源从哪里？就在你卓越的信仰那里来。阿们。最大的影响力的来源就是你的信仰是坚贞的，你的信仰是全然的依靠的，你的信仰在任何处境里面，你只有顺服神。即便像保罗、西拉现在被关在黑牢当中，失去了自由，但是他们依然祷告、赞美、敬拜神。
而所带出的结果，就是最艰难的腓立比的这个行程，就成为最大的祝福的行程了。阿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得神喜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金句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再一次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你跟隔壁说，闻闻看，我有基督的香气哦。阿们。不是真的有闻呐，是看就知道了，对不对？看就知道了，对不对？阿们。好啊，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伤痛人群中激励，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气，肉体的痊愈，希望在燃起。主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公义，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忧愁已夺去，生命有意义。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想象成全神的旨意。主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气，肉体的痊愈，希望在燃起。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公义，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忧愁已挪去，生命有意义。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入人群，放下权力。我愿意见证福音，随时随地看见复兴。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入人群，放下权力。我愿意见证福音，随时随地看见复兴。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
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矗立在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保罗跟希拉，在任何的处境里面聆听你的声音，按着你的指引，我们走喜乐的道路。即便在困境当中，我们也不绝望，因为我们深信你最美的旨意就在最困难的当中必然呈现出来。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更相信神奇事就要发生了。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亮光，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看见你的恩待，你的引导，你的祝福，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也把我们永光教会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愿你为我们开路，更能够去经历你同在所带出福音的果效。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左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起立。会众请坐，请潘牧师事工分享。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幸福小组呢已经都进行了，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有许多的 best 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幸福小组来打气，神祝福他们。好，接着。我们11月21，我们要到新竹的野外礼拜，我们尽快来报名，把握这个可以到外面户外一个团契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到后面报名，也可以向小组长来报名。好，接着，好，在下个礼拜呢，我们有意向传递会。
那请我们的长职同工呢都能够出席来接受这个装备，因为呢明年是永光教会的50周年，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同工呢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一同来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说话。好，另外是下个礼拜野外礼拜呢，我们要进行服事的训练会，所以请这一些的同工呢都能够来参加。好，那我们在这个月底呢有感恩节，那我们的建堂的基金还有我们建堂呢，我们都有一个小铺满，我们在存款。那在11月底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小铺满呢带回教会，那把我们所线上的呢能够在月底的时候感恩节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12月的第1个礼拜是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把握在这一年的圣诞月来受洗。好，我们的马街150周年的庆典呢，我们的戏剧人员已经开始了。那请我们弟兄姐妹也特别为我们马街150周年，在明年的3月，那主责的策划是我们的周牧师。到时候我们呢永光教会呢几乎都要全员出动，因为呢他们一场呢大概有将近7000人参加，所以呢我们需要大概500位的服务人员。所以呢，弟兄姐妹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大大的得着智慧。再来，接下来的礼拜6呢，牧师要到五股教会来介绍 RPG， 还有小组的牧养，因为他们的教会也想要转型为一个小组，所以呢，牧师呢就带志豪小组呢，他们的团队在那里的实务的操练来让他们能够来观摩。好，再来。好，我们非常的恭喜，我们今年终于等到子珊她要结婚了。子珊，好，我们跟孟汉弟兄他们同一个小组就有2个蔡孟汉，所以呢，是子珊的男朋友蔡孟汉。子珊是哪一位？请站起来一下，把口罩拿下来。好，认识子珊了是11月27号那也邀请我们来一起来观礼，她是子琳的妹妹，子琳的妹妹好，那再来，好，那继续也为牧师的身体来祷告。牧师呢因着你们祷告，我相信得力，而且呢得健康的。同样的，也要把这些的健康呢，都在我们的志莹、一娇姐，还有清华兄以及美珠姐的身上，还有我们其他名字没有在其上的弟兄姐妹，神一样要祝福我们健康平安。好，再来。好，那今天呢要插播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好，我们有一位刚刚牧师说的，我们的红香阿嬷，她就是亲临长老的阿嬷。那她呢现在是今年呢，她是民国11年出生，11月出生，11日生日，人家是双11她是31，所以什么都是第1名的。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为这个红香阿嬷来庆生。我们先来看一下牧师去拜访有没有像100岁？不像，对不对？像60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他的眼睛在后面的这几年，因为那个白内障的手术，所以眼睛以至于不能看见，不然他一直都是很健康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看看阿嬷有在吗？阿嬷已经来了好，我们现在呢要邀请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代表呢，我们的信志长老好吗？把阿嬷往前推，我们要来为她庆生。然后呢，请信志长老来献花。好，我们要来唱这首阿嬷爱唱的歌，耶稣听我，请阿嬷进场。耶稣听我，我在你，因为你在你身边，这含义那虽然慢慢来，慢慢来。
在看你哦。耶稣听我在你，因为你在你心里，最恨你那水乱流，耶稣的爱你的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中。好，你看听到你，哇，你唱歌就赞哎。好，咱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唱阿嬷的生日歌。我们的耳目的小朋友，囡仔拢要来看阿嬷100岁生日啦。来，小朋友，你来当来头前坐下来。耳目的小朋友跟老师来坐在走道上面，好不好？哇，快点，咱阳光教会100岁耶，人瑞哈。好，我们咱今嘛哈，大家拢要来唱生日歌哦，好，来坐下来，坐下来。坐地板。好，坐地板就好，坐地板就好。好，来那个春明兄，你来坐家，你是伊的囝对吧？来，家属可以来坐前面哈。他的家属有没有来？家属，那个阿嬷的家属可以来坐前面好吗？来坐前面，可以坐过来，让他们的家属好。好，来，你们来到这里。好，我们现在要来唱生日快乐歌。好嘞，要来给你祝生日快乐。好，现在我们蛋糕进场，来，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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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好，大家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教会哈，被送一张咱的长老下的卡片呐哈，咱来给拍几节来。等一下谁来帮我打开一下，让牧师念一下，都牧师最前面，这个拿着。好这是咱的长老哈，咱大概做会写的哦，要有咱的长老娘的生日哦哈，周牧师写的，我来念一下，我来念一下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周牧师所写给我们的阿嬷的。愿上帝坚定你的信心，让你有快乐的祈祷，更让你迄个关怀的赞美，成做你的家族、教会美好的资产，代代相传。阿们。好，再来是彭牧师，好来。伊和长老娘的祝福哦，敬畏上帝是独一，出生生日满是一，信仰传承走第一，阿妹吗？红兄姊妹大福气，子孙合一三夫妻，我靠基督温满是，后代丰盛祝兴起，阿妹。哇，来，这是阿嬷哈。阿嬷来，哇，感谢主。那现在呢，我们有一支麦克风来预备一下，麦克风要给阿嬷，要来请阿嬷。哦，等一下，好，请阿嬷来地俗，阿嬷来讲几句话哦哈。红兄长老娘，你来甲大家祝福一下来，请哦，下面吼坐差不多100-200个人。有老人哦，这侪人啊！哦，感谢。安尼有足侪人无？讲1，阮内底100-200个人啊！哦，感谢，
大家甲大家祝福，大家真欢喜，来感谢甲学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阿妹，伊喊囡仔娘，你有要搁甲咱演讲教兄弟姊妹讲什么款的话无？哇，无，爱讲就讲袂就好听呢。啊，讲咩？爱讲了大字啊！这大字。你祝福演讲教会兄弟姊妹什么话？祝福因。哦，好啦，上帝特别甲祝福咱兄弟姊妹，互大家个心拢勇行，有快乐，来保养主的名。阿妹，阿妹，好，那今嘛哈，今嘛阿嬷地属了啊哈，所以咱要请周牧师来甲咱阿嬷挂黄金戒指，100岁，啊，他的后代都在神的里面。好，我们 take 在这里哈，来，大家眼光都看到这里哦。这是周牧师、潘牧师的特别去那个卖黄金的店里面去选的，哇，很漂亮哦。要给你挂手指，好来，我们的摄影机都可以过来。好来，牧师要给你挂手指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哇，上帝，甲恁知咧，甲恁在基地咧，感谢欢喜哦，欢喜哦，啊，真欢喜。安尼有水无？有水无？摸一个，你的手摸一个来，你用另外一个手甲摸一个，这个手。摸一个，有啊，有挂一个手指无？有无？看卖一下安尼，摸一个无？有感觉到无？感觉无？对。来，你甲手安尼举安尼，互大家看一下来。哇，这是上帝祝福，是咱演讲教会宝哦，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宝。哇，安尼改，哇，安尼大家看较有。哇，金闪闪，非常的水哈。哇，好，即马哈，来，咱张老娘，你最爱听一条歌哈，迄条歌就是蓝调来吟诗，吟诗对，来唱看卖，蓝调。蓝调来吟诗，蓝调来吟诗，感谢上帝心欢喜。这是他新编的歌，来，我们长老哈咱的长老，新的长老，旧的长老，个咱的同工，咱要来讲，甲咱的遗憾长老娘，我们的阿嬷，你们要叫阿祖哈，然后要来为他唱这一首歌哦哈，好，为他唱这首歌哦，好来，好来，好来。好，可以围在这边。张老娘，这个长老哈，这个同工拢要来唱这首歌来祝福你哦。好，我看会晓唱袂？看会晓唱无？
掌声一下。你要爱唱的是不是这条嘞？张乐牛。当然。所以他要唱的是这一首诗歌。爱甲唱这条，来唱咋让唱这条？不管目睭有看无看，拢爱唱这条哈。感谢主。好，那我们有儿童牧区哈，有一个囡仔讲，因的迄个咱的儿童牧区有一组哈，伊讲伊嘛要送阿嬷卡片的，来儿童牧区来，什么人要送给阿嬷？阿祖，一个囡仔要送你卡片啦。好来，你送给阿嬷来，你的手来，阿祖来，好。儿童牧区祝你生日快乐。儿童牧区祝你生日快乐。儿童牧师要生日快乐。好子女，好子女，哦，感谢。好，感谢主哈，神的恩典真是在我们的阿嬷的身上是。然后我们牧师好，那我们请那个德辉长乐哈，麦克风来给德辉长乐一下。他是我们长乐牛哈，这样他用他的生命，然后呢用很长的时间在陪伴照顾他老人，照顾老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有很棒的见证，我们请德辉长乐来简单来讲你的家庭的阿妈妈安怎互恁的信仰的传承？我心中这时的感受，实在是讲不出的欢喜，感谢上帝听。但今仔日，咱教会上帝，咱的天父，通过咱的周牧师甲潘牧师，代替咱的上帝天父的听，来祝福阮的老母100岁的生日。阿门。我安尼感谢牧师的计划甲安尼无言，嘛感谢各位兄弟姊妹来参与伫阮这个家庭100岁的妈妈的生日的聚会，我感谢。虽然伊伫世间的日子为着家庭无闲劳苦，这是每一个人的家庭拢经历的。伊是18年前，因为迄个青光眼甲别来从手术失败，所以伊18年以来，伊就目睭就拢没有看到了无看到所以他的行动起居
就我要代替他的眼睛帮忙他。虽然感觉讲我很麻烦呢，但是佮回想倒转来，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的一个有效的表演呢。上帝赐福的呢。无当时要有这个机会来照顾这个年老上帝赐福伊长岁寿的，也是不简单。阿门。所以我嘛期待希望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上帝听的内面，会当得到上帝的赐福，全家得到这恩典，伫世间的年日，会久久长长，拢享受上帝的赐福甲疼痛。多谢各位。阿门，感谢主。好，牧师呢要来简单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到永光教会，比较不晓得过去的事情。我们当初呢，永光教会是在黄昏市场那里，非常的狭窄。那个时候呢，我们人数那个空间已经容纳不下，我们不晓得要搬到哪里去。然后呢，邻居一直跟我们抗议说，你们都吵到我们，一直抗议，一直抗议。然后我们真的心里面也很难过，可是呢，也不晓得，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也不能够搬出去，要买哪里呢？没有钱怎么办呢？但是呢，我们的阿嬷呢，她当时她就说：“唔免惊，上帝会让咱搬去大路顶。”阿门。因为这一句话，上帝就应许了我们永光教会从黄昏市场搬到中正路上，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后代。阿门。牧师简单来介绍一下阿嬷阿嬷，你的囝叫什么名？我的囝，袂记的啊？袂记哩，我袂记。伊的囝袂记的名咧。德辉啦，来，德辉长老来，德辉长老这是伊的囝，阿哥有你有一个囝是无？德辉啦，阿哥春明。春明啊！春明，好，我们的阿嬷呢，她有2个儿子好，然后呢，来看一下第3代，这个是第2代，然后第3代举手姐来，亲临长老，还有来站起来一下，这是泽辉长老他的儿女阿嬷的后代第3代了，亲临长老，还有朱碧跟义进是他的孙子然后那个孙媳妇也要站起来，孙媳妇这是第3代对不对？好，请坐。第4代站起来，第4代感谢主。好，请坐。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是永光的恩典。阿们吗？好，那最后呢，牧师呢？我们周牧师要来为阿嬷来祝福祷告，然后呢，这个蛋糕呢，我们要来请阿嬷来先切一下蛋糕，那个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来唱生日快乐歌，快乐生日歌，好，生日快乐歌，好，哇，阿嬷眼睛睁开了，看得见了，阿们，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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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热烈的掌声一下，祝你生日。哇，阿嬷来切蛋糕，所以等一下这个蛋糕呢，要礼拜结束之后请咱吃蛋糕，好，我们请牧师周牧师来为阿嬷祝福阿嬷，来，就我顺便替你祈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
互阮伫今仔日下礼拜的中间，会当为着违反长老娘、红红长老娘来祝伊生日快乐。祝你，互伊伫世间的年日到今仔日已经满100岁。阮献上感恩，过去的年日，你一日一日甲伊同在。伊用信心来跟对你的脚步，伊用基督的信仰来建立家业，嘛伫信仰内面来有好的传承，互伊一代一代拢会当牵调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阮感谢你，阮相信伊所做的一切，上帝你纪念，嘛会当成做永光教会的祝福。阮真欢喜看见伊充满喜乐，随时祈祷，随时吟诗，随时用祝福的话来祝福每一个甲伊讲话的人。祝伊好的德行已经伫阮的心内面产生了有效的好响应，互阮会当学习，嘛互阮知影这是上帝你疼的查某囝。阮恳求你继续引带伊每一日的脚步，互伊会行于时势的有效，伊的心满意足，会当看见上帝你继续留落伊的生命，伫每一日拢在见证你的好名声。阮感谢你，为着伊，阮献上感恩；为着伊的家族，我嘛恳求你也大大祝福去，互因无论去到哪落，拢持续这个信仰，成做社会教会好的模范。来荣耀你的名，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们现在要来造一个团体，要请那个佑文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这样照过去，然后把阿嬷的脸呢转过来，好不好？我们来预备一下，然后小朋友也都，我们把中间位置填满。明年的50周年，我们希望把这个相片放在明年50周年的相片特刊上面，然后请我们的照相在这边。好，来，小朋友面向牧师，我们要照相。来，面向教育厅的人也都进来，然后把空的位置填满。好，尽量把空的位置填满，可以再退后一点点，可以再退后一点。小朋友，你们退后，照不到，退后。好，来退后。好，来退后。有空位的就坐着，有空位的就坐着哦。好。然后来，你的家里孙拢伫伊的边啊，好，来小朋友，来你们到那边哦，来到那边，来到那边，好来，等一下，好来，好来 ，OK， 好，好来椅子给大人坐哈，好，大概稍微坐一下哈，好，我们都把它补满哈，我们同工来协助一下哈，好。OK， 来这边呢，这边，来这边都坐下来，来这边，你们都坐下来，都坐下来。好，这边也有吗？哈，好，这边也有哈，好，好，来，朱碧来，朱碧来，好，来，家属都在吗？哈，你要不要来这边？来，那个，来，你们来前面来，来前面来，以琳来跟义进来。小朋友来，小朋友过一下，过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看前面了哈，我们的，好，来这边，好，来你们呢要到后面，等一下来，你们往后站在后面，来站在后面来，老师来协助一下，请他们站到后面，因为这边是照不到的。好，他们可以站着的，可以站着的，好，可以站着。好，那边也都填满哈。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佑文了哈。好。好，我们可以哈，这边也不行。周牧师可以，我等一下在这边可不可以？好，这样可以看一下哈。好 ，OK，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吗？好，好，我们大家说生日快乐，耶！好，先看一下哦。好，等一下哦，等一下。好，亚伦那边再进来。
好，谁？长城，那个诗音，你跟那个正平，你们再靠近。对，中间你们可以进来，中间，后面往前，中间走到补满，来，中间走到补满。好，口罩可以拿下来。好，不要讲话，口罩拿下来。好 ，OK。好，好来，挤一点就好。好，来，预备哦。好，我说口罩拿下，然后就很快速的拿下。好，口罩拿下。好，阿嬷睡不睡呀？看前面，耶！洗了一点哦，再一张洗了一点哦。好，阿嬷美不美？美。好，做动作耶！可以吗？还没洗，最后一次来。师傅来，再一次来。我们给佑文加油！要不要那个手机去照一下？1、2、3，耶！哦，等一下，手机，好，手机照一下。好，好来，手机哦，耶！照一个。阿嬷美不美？好，来，好，那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要直接来唱阿门颂。等一下呢，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来照相。那我们同工把那个蛋糕先拿到后面去。好，我们来直接来唱阿门颂，来，好来。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好，小朋友可以先上去。我们等一下再来跟阿嬷再来照相哈。好，我们直接来唱阿门颂。来。阿门，阿门，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兄弟祝福咱，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我们下个礼拜见。